火焰山高燒70度，大協烤雞蛋熱賣。內地嘅酷熱天氣一浪接一浪，被稱為火州嘅新疆吐魯番市前日升到42度啊！火焰山嘅地面溫度更加達到70度，咪以為咁熱淨係凍飲同雪糕受歡迎喎，利用地面高溫炮製嘅烤雞蛋一樣好賣得㗎。慳飯將雞蛋放入鐵砂度，冚埋玻璃，等40至50分鐘就 OK 㗎啦。一粒賣5蚊人仔，挺香的。生意好起上嚟，一日可以賣成100幾隻噶。不過就唔係個個都笑得出啦。喺被戲稱為中國好烤箱嘅浙江省，16個縣市嘅氣溫都高達40度以上。肇慶新昌縣前日有成44.1度啊，近86000畝嘅菜田啲菜都曬死晒。連殺蟲劑都蒸發埋，搞到蟲害不斷，農民損失慘重。相反，呢一隻雀仔就好彩得多啦。佢前日喺杭州口渴得滯，停喺一間店鋪門口求人俾水飲，一個細路女立即用杯裝水俾佢。網友都勁讚呢個女仔好有愛心啊！